师傅，没事，你让开，你让开。来，这个车就这吧。来，倒过来。现在一个小孩已经就出来了，我好像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。他就觉得不，他现在是人员就这特别帅。你等一嘛。哎呀，让开。走，快点上去别。特别过来就是点，哎呀，你还比啥人？看到我这谁了？今晚这个是从哪里来的？咱公司出来的吗？哎，对。今晚怎么样？打了之后呢，上面跨石头你们冲不过的石头，你们要上沙头。好，大家慢点。啥子？来一张。